区出产的这种本能心的蚵仔品质真好。今年因为产量伤过集中，惊去影响到绩效，所以大安区农会扩大来收这蚵仔，买这蚵仔来做加工，要互农民加赚一寡钱。 大安区的蚵仔评奖比赛，一共举办颁奖典礼，表扬高种蚵仔荣誉。今年呢，运销已经有到500-600吨，所以咱甲200几家产地的蚵仔，感谢咱有这个共同运销的管道。但是咱人中秋节到过年时啊，是蚵仔出产的季节，大安区生产的槟榔心蚵仔，若芳食起来阁松，但是蚵仔拢有产销履历认证，所以这摆收买蚵仔除了推出冷冻蚵仔。 的包装，嘛按算投入去加工产品内底，亲像蚵仔烟肠、蚵仔排骨酥汤，互消费者会当有更加侪选择。它从生产到管理，一直到行销部分，我们农会这边都很积极在介入。农会嘛强调，透过加工处理技术，互蚵仔会当变更食吃。